最近成日都聽到朋友分享，點解我哋一家人同一日申請 visa，但係我哋唔係同一日批出㗎啦。嗰個批出嘅日期可能係爭幾個星期啦，有啲誇張係爭幾個月啦。咁當然亦都有啲家庭咧係因為個人嘅原因，佢哋嘅visa 嘅到期日子真係爭成幾個月甚至幾年嘅。喺呢啲情況底下，我哋申請永居嘅時候有咩要注意呢？頭盔時間嗱，又要講清楚啊！我唔係啲咩移民顧問，只不過係作為一個普通人申請 visa 嘅時候，會上官網睇翻啲文件，保障下自己嘅啫。以下我講嘅任何嘢都純粹係我嘅個人睇法，我都鼓勵大家咧一定要上官網睇翻清楚啲文件，真係有爭議嘅時候就要再請教合資格嘅移民律師啦。講翻正題先，我哋要記住，其實英國移民局咧從來都冇變過㗎，佢容許我哋喺唔同嘅日子申請 visa，但係我哋去申請永居以家庭為單位嘅話咧，其實係一定要全家一齊處理，要齊腳做㗎。咁呢個時候咧，一旦一家人嘅 visa 批出日期或者我哋叫到期日期有任何差異咧，都會影響我哋嘅家庭申請嘅。咁我哋睇清楚以下呢幾個情況應該點樣處理啦。我哋要釐清一個概念，其實申請永居 ILR 嘅流程啦。首先我哋第一步係要填表、交錢、上載文件啦。第二步就係要做一啲我哋叫 biometrics 打手指模。第三步咧就等候結果，無論成功失敗都係要等啦。順便提一提大家，記得填表之後一定要交錢，未交錢係唔計成功合法遞交申請㗎。交錢同埋交錢啊！交咗錢之後咧，喺我哋打完手指模、交晒文件咧。移民局就會正式開始處理我哋嘅永居申請。喺我哋未打手指模、未上載文件之前咧，其實我哋嘅申請只係會暫時停留喺個系統裏邊，但係佢係未開始處理嘅。我哋成日聽人講有一樣嘢叫 3C 保障，呢個係咩嚟㗎咧？ Immigration Act 1971 Section 3C， 其實呢個條例咧係一個移民條例，用嚟保障一啲人啦，喺簽證到期之前咧，只要你能夠成功遞交延長居留嘅申請，你原本嘅簽證就會獲得延長，直至結果批出為止。即係話喺等候結果批出期間，其實你嘅簽證權利嗰個原本嘅權利咧係會受到保障。我哋就係善用呢一個空間嚟到做我哋嘅家庭居留嗰個等齊腳嘅一個空間啦。咁點先可以獲得 3C 保障呢？就係及時申請永居啦。喺簽證到期日之前，記得交錢遞交申請啊！咁咧，你嘅簽證權利就會暫時獲得延長。當時即使你未遞交文件，即使你未打手指模，你嘅簽證期限都會暫時延長嘅。幾時先會失去呢個 3C 保障呢？第一，你主動撤回你嘅永居申請啦；第二，批出結果官方拒絕你嘅永居申請啦；第三，你好耐都唔打手指模，官方最後警告你都唔打手指模啦；又或者中途離開英國。大家記住啦，申請永居期間或者申請續簽期間，千祈唔好離開英國啊！講咗咁多複雜嘅嘢，同我哋今日要講嘅話題有咩關係呢？其實就係呢一個 biometrics 嘅呢一個空間啊！我哋受到 3C 保障嘅呢個空間，我哋又能夠準時遞交申請，但係移民局又未開始處理我哋嘅永居申請嘅時候，呢個空間咧就係用嚟等待我哋全家到齊啦。睇個例子啊，例子一。陳先生嘅 visa 早啲到期，3月頭。陳太太同2個未成年子女係4月尾 visa 到期喎。咁呢個時候應該點處理呢？呢個時候係最簡單㗎。陳先生咩都唔使做，因為佢係獨立申請人啊。佢只要提早3月1號，我覺得早啲都得嘅。總之提早28日2月頭申請啦。申請完之後等候永居批出啦，然後批到又好，未批又好咧都唔緊要嘅。當4月頭陳太太同2個仔女去申請嘅時候，只要佢哋用翻一封 cover letter 寫清楚陳先生嘅情況我哋嘅另一個家庭成員佢嘅爸爸咧係申請緊永居未批出，編號係幾多？又或者係佢已經批出咗啦，永居編號係幾多？等等咧都係可以，咁就可以繼續你哋嘅申請就唔會有問題噶啦。因為所有18歲以上嘅申請人都係獨立處理，呢個情況係比較簡單噶。第二個情況就比較麻煩啦。陳太太同2個未成年子女係比較早到期，都係3月1號咁先算啦。陳先生係4月30號到期，咁點算呢？呢個時候我哋就要善用 3C 保障啦。首先咧，陳太太同埋子女盡量喺最遲嗰日，譬如2月28號先申請永居啦。跟住陳先生咧就盡量喺最早嗰日，就係譬如4月頭嘅日子申請永居，盡量縮減佢哋嘅差距先。然後當陳太太同埋子女2月28號成功遞交申請同埋交咗錢之後咧，
盡量將打手指模嘅日子延遲，因為喺打手指模之前，永居咧係未正式被開始處理，只係暫存於系統之內㗎。而陳先生喺4月4號遞交咗文件啦，佢哋可能大家都約埋4月8號打手指模咁先算啦。同一時間兩邊都用 cover letter 寫清楚大家嘅申請編號啦、個人資料、家庭關係，證明兩位父母都已經申請緊永居啦，咁就可以安心等候結果。咁喺系統裏邊咧就會係全家人嘅申請都會一齊被處理啦。所以喺呢一啲大約相差2個月左右嘅差距底下咧，先到期嘅人咧，盡量遲啲先申請，但係都要喺截止日期之前申請啦。後到期嘅人，盡量喺截止日期之前有幾早得幾早，縮短個差距，並且善用延遲 biometric 嘅呢個方法嚟到讓永居嘅處理可以喺同一時間開始進行啦。可能你會問，咦？如果遞交手指模之後先至開始處理我嘅申請，咁我同我屋企人相差半年，我可唔可以遲半年先打手指模呢？我睇網頁咧，我揾唔到最遲打手指模嘅日子㗎。我曾經聽過一個講法就係45日，不過我揾唔到物件證明啦。但係官方係有一個咁樣嘅要求㗎。如果移民局等得太耐，佢覺得唔耐煩啦，佢會出一個最後警告。如果你 miss 咗佢嘅最後警告，或者喺最後警告之後你都冇交到 biometrics 咧，咁咧你嘅申請就會被撤回，所有嘅功夫都會前功盡廢。咁你諗下，其實我哋有冇機會會 miss 咗移民局嘅 email 咧？係有㗎。我哋有冇機會因為唔同嘅原因冇去到打手指模咧？都有機會㗎。咁樣嘅話咧，其實個風險都相當大啊。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如果遲過2個月嘅家庭申請咧，咁早過一批嘅小朋友，不如俾錢解決問題，續簽啦。我覺得咁樣就大家都安心啲。第3個情況咧，我身邊都有間唔中有啲朋友會係咁噶。其實幾年之後咧，總有其中一個父母係唔符合永居申請條件噶。有啲係 from day one 根本就冇申請簽證，有啲咧就係大家一齊申請簽證，不過中間咧可能爸爸啦離開咗幾年，就諗住出外工作，就決定唔再續簽。又或者可能就係前後腳咯，爸爸遲咗幾年先過嚟，咁一家人咧唔係同一時間去符合永居條件，而嗰個唔係同一時間，唔係講緊3-5個月，係講緊半年、2年、3年都唔定嘅。大家可能會覺得我唔緊要，我預咗續簽㗎啦，當日我行呢條路，我預咗俾我仔女續簽到18歲先至入永居嘅。呢個諗法係啱嘅，因為根據原則咧，其實所有滿18歲嘅申請人係獨立處理，爸爸或者媽媽已夠永居嘅條件係可以自己申請啦。而未滿18歲嘅人咧，佢哋係要以家庭為單位去申請永居，要等待父母雙方已成功或者已批出或者可申請永居，佢哋先至可以申請㗎嘛。咁所以其實佢哋續簽咧，呢個都係預咗㗎啦。咁我哋一齊嚟睇下未滿18歲嘅時候續簽有咩要求啊？根據官方嘅條文，未滿18歲嘅人咧，佢係要雙方父母都有 BNO Visa， 除非即係某啲特別情況啦。另外一個比較常見嘅情況就係一個父母已經得到永居或者係得到 citizenship 咯。如果睇清楚條文，即係話如果一個父母已經獲得咗永居，起碼都仲要有另一個父母喺 BNO 嘅呢條 route 上面成為一個 holder 嚟到帶住你嘅受養人。即係你嗰一位未成年、未夠18歲嘅子女啦。根據文件，未滿18歲子女嘅續簽條件，首先佢哋要係合資格嘅受養人啦。第二，最少一個父或者母係喺 BNO route 上面。咁即係話，我最常見嘅情況係身邊咧，可能媽媽帶住個仔女過嚟啦，媽媽已經有永居資格，但係爸爸一路都冇過嚟喎，或者佢冇申請 visa 啦，咁仔女就梗係要續簽啦。但係如果媽媽申請咗永居，而爸爸唔諗住續簽 BNO， 又或者爸爸根本就冇申請簽證，佢不在 BNO 嘅路線上面。咁即係冇人係 BNO Visa 嘅主申請人啦，因為媽媽一申請咗永居，其實佢批出咗永居就冇咗 BNO Visa 嘅身份。咁子女冇咗主申請人，佢仲係咪一個合資格嘅受養人？佢嘅續簽會唔會被批出呢？呢一點大家就要好小心啦。睇翻啲條文咧，其實我有少少擔心㗎，即係話如果你嘅子女係需要續簽 Visa， 其實最少都要有其中一方父母陪佢一齊續簽先有機會成功。嗱，咁香港人係好有創意，亦都即係靈活變通嘅。咁可唔可以子女首先提早28日申請咗一個快證嘅續簽，5日搞掂，跟住咧，然後主申請人都仲未夠期申請永居㗎嘛，跟住嗰邊批咗續簽 visa 啦，我呢邊先申請永居，咁咪得咯。
係嘅，當你咁樣做嘅時候，你嘅子女嘅續簽咧應該有機會批出嘅，但係當主申請人申請永居，而喺嗰個 BNO 嘅路線上面再冇主申請人嘅時候，子女嗰個續簽咗嘅 visa 會唔會中途有問題或者會被取消，我就真係唔知，亦都我唔會冇呢個風險啦。另外我都聽過一個咁嘅講法㗎，喂，咁5+1係成條 route 㗎嘛，去到入籍先至係最後路線完結，咁應該永居都仲喺條 route 裏邊嘅，咁所以只要我未入籍，其實我嘅仔女應該都算係我喺 route 裏邊成為佢嘅 BNO visa 申請人得唔得啊？咁啦，牽涉到對於移民條例嘅個人理解咧，咁小嚴真係唔敢答你，不如去問翻移民律師啦。我個人就覺得，我都係為仔女嘅啫。咁如果仔女嘅永居有機會出現咩任何問題，我都唔會搏，我寧願俾錢解決問題。希望今日嘅影片對大家有用啦。咁申請永居有咩疑問，記得睇翻官網，有需要就問翻專業人士啦。